王母娘娘对吴青青的作为非常的生气，不能容忍，全个他拍落凡间，投胎伫个乌龙山强盗的山寨内，名叫张小慧。要消灭玉皇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哦，娘娘有何高见？调动天兵天将，将玉皇子断断为掉，然后用妖池之水、丹炉之火，水火交并，引发玉皇子体内的内伤。等玉皇子昏迷，将伊掠回天庭。那安尼，小玉皇子自然就会消失了。将卿以为如何呢？边玉帝，虽然玉皇子无恶不作，也毋过，假使伊若如果一心要向善，就予伊一摆机会，毋通绝伊之路啊！放下道德，立地成佛，只要一心向善，确实不应该断伊自身之路。但是，遐尼多玉皇子扰乱天下，这是要如何处理？玉帝请众先看众多的小玉皇子无法度收回，引起着凡间的人因为嫖来发生着家庭的纠纷，因为赌来侵占，甲偷取公款来拍伤人。如果因为饮酒后乱性来发生命案，众先看了后也感觉事态严重。这个时阵的王母娘娘全来提出一个方式来对付小玉皇子。启禀玉帝，既然太上老君无愿意收拾玉皇子，那安尼，咱只有一条路通好去。王母娘娘请说。如今，咱只有等月圆的时阵。老身将关头园中的叛徒，拢总甲伊化成小头太子，集中在乌龙山，去引所有的小玉皇子。然后，请太上老君引发丹炉之火，引来乌龙山的乌龙木，将所有的头太子甲小玉皇子烧死。但是大火若无都通去收拾。等玉皇子烧死以后，请东海灵王引发乌龙河之水，将火压化。乌龙山这山贼虽然无恶不作，这场火若烧起来，这山贼敢是无命嘞？乌龙坐遐的众生，也不可不救啊！玉帝虽然应派东华使者下凡，上机点化。老身即马就去准备。东华使者只有3天的时间。乌龙坐遐的山贼，3日之内若无都通反悔，就随玉皇子发别吧。以卿所造，退掉。恭上玉帝。
这个时阵的吕洞宾奉太上老君之命，伫咧道路宫炼丹。剑客丹童看到洞宾伫咧炼丹路边遮尔啊热，因全呢走去万古冰山，搬回着万古的冰甲，想要帮助洞宾来抵丹炉的烧气。一来，所有的小玉王子拢会到位，请东华使者唔通耽误时间。娘娘，我知影。进来啦！主呀，进来！你看上来了，你丹东，你这先动我。快点！好诶！我这是要当时。快顶来吼！那好吧，会使做点步啊。是啦，对啦。剑河东，你安尼做，若是互师傅知影，是要互师傅骂。虽然你放心，只要丹东我唔讲哦，师傅一定唔知啦。对，我是嘛是。主呀，你放心啦，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我来去向师傅讲的。哈。师傅等来，走。师傅，东华，你赶紧去乌龙山。点我乌龙街的百姓3日之内赶紧离开乌龙山。师傅，是不是发生啥代志？我喙打后夸，便当甲讲一遍。有影，你丹路的火电了安怎？我来看卖。是啊，但有我甲剑堂，个丹堂哦，你顾得好啊，这你放心嘛。对，师啊，我是嘛是，师喙打，我来旁白。是啊。东华，这边的任务非常的困难。我叫剑堂、课堂、丹堂陪你去。师傅，但安尼丹路都无人照顾。丹路可以休困几工，你速去速回。这赶紧去啊！是。主兄，真正惨啊啦！咱即马出去办代志，等下兵就养了伊啊。是啊，孙啊。等下咱在钓着江的时阵哦，钓着江就做水灾啊。也毋过师傅的命令，咱又阁袂用咧无遵守。我看，咱也是先将师傅交代的代志办得好势，才去拍算。呀。白牡丹的老爸因为受到玉皇子的影响，来开始着恶霸林虎。行喺林虎的厝内面是官大势强，所以两个爸仔囝全来离开厝内，开始来流浪。
这山路有够歹行，哦，真忝啊！哦，啊，腹肚骨枵的。阿爹，你腹肚枵是？哎，阿爹，头前遐有厝，啊无我来去看有啥物件，买转来互你食。好啦，要无阿爹，你住喺遮等我，我随转来吼。好好，啊，你著较细腻啊哈。我知影。啉酒，啉啊！小李啊，酒我看啦。啊，是，来，卡紧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啉啊！好酒。头家，你甲我包5粒包好无？点小李啊，5粒包啊。哦，是啦。对，你看，水姑娘，酒姑娘啊，家己等下做阿姐夫哩，好，行。姑娘，你送送。行。来，啉烧酒。我袂晓啉酒啊。袂晓啉烧酒，无路用。来，兄弟啊，啉啊！大王，我要求你，我是一个软弱的女子，你帮我落山好无？软弱的女子，我甲你讲，本大王看会起你，迄是你的福气嘞，放你落山。哈哈哈哈哈！啉。今仔日你陪阮大兄，今晚你就来陪我了。大兄，你就要好好享受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啥不成礼啊，后日就换我咯。欧良这迄阵人，实在是进美不过，真是无底。那你要安怎？对，主任，我想嘛是。主任，我请我天兵天将，将因困白白等过乌龙河，因就袂记好休息啊。对，我想嘛是。袂用啊！等天火过了后，迄阵人又搁会用咧重回乌龙山开一个起庙，到迄时阵受害的人是更加较济。主任，那呢，咱要如何是好？对啊，我想嘛是。天理不容恶人，我想咱落来去甲因考劝，考劝迄阵人放下刀刀，立德成佛。假使因若是唔听考劝，咱只有灵机毁灭，以免因搁危害人间。水啊，你即摆咧讲的这套大道理哦，阮袂晓讲。我看要讲哦，你家己落去讲好啊。对，水啊，你家己落啊。水啊，规时阮都在等你啊，恁落去甲点好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落来去。啉。二哥、三哥，恁厝人的查某囡仔，伊搁想要人欺负还是？你帮我落山好无？你放心，有我伫的吼，我袂互因欺负你。小伟，这件代志你敢袂做？我敢要插啦！啊，想啦！哎呀，陆阳龙，别后面来。你救我，陆阳龙，你救我！你什么啊？我只是一个路见不平的人。你看到什么？我见到天地间最大的不平。什么不平？我见到恁乌龙山寨上下52口人，都是为着无人甲恁指点开破，恁才会为非作恶。假使恁若是继续如此，恁的内心便会做猪做狗、做牛做马，真是可怜，真是不公平。公主，照你安尼讲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姑娘，你甲爸母等姑娘前世有因果，你只要将伊救下山，你便会成正果。你无骗我，
我无骗，也无需要骗。不怪，我昨暝梦见王母娘娘，伊叫我讲要救一个叫白牡丹的人，毋才会当改前世因果。今仔日你安尼讲，绝对是无毋对。王母娘娘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你听伊的话，就绝对无毋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。多谢姑娘。放开啦！大王，大王，我求你，你放我落山，我后世人做有做的报答你。求我后世人，我无管后世人，我甲他管现在尔。朱俏，这个老英雄，你救我好无？你放心，我会带你离开这。小爷，我毋是叫你卖管，你过来创啊！多谢老英雄救命之恩，你免我说多谢，你应该多谢那位公主。多谢公主解救，牡丹感激不尽。你唔免甲我说多谢，你应该感谢王母娘娘，是王母娘娘指示这位姑娘甲你解救。这是王母娘娘的指示。感谢王母娘娘。想袂到牡丹转世为白牡丹，也是生做甲以前一模一样。牡丹姑娘，我已经将你救出来啊！你哪唔赶紧走？敢讲你唔惊你厝的人会着急？对哦，多谢你英雄解救，多谢公主。公主啊，我已经照你的话去做啊，你是要哪报答我？姑娘，有一件代志我甲你讲，你袂用个搁倒转去，因为乌龙山将有护劫。我才唔管什么护劫唔护劫，好啊，你莫搁找借口。我问你，你是毋是为心内都看袂起我？在下所言，句句是真。我袂听，我袂听。你若要讲吼，就讲下你迄个牡丹听。牡丹啊！阿爹，牡丹啊！你到底是去倒位啦？你害阿爹安尼到遮咧等一暝一日，等到后要急死哦！阿爹，咱先离开这，我再甲你讲我发生什么代志。紧嘞！好。咱伫这乌龙山，大家咧做好位。最近这个利润甲油水是愈来愈少，足无简单，才抢到一个查某，还阁用救伊，这款生活是要安怎过？大爷，我做土匪做10外档啊啦，敢若踮咧这个乌龙山底，手气上爱塌啦。对，我嘛想要改行，不过咱袂起厝，
阁袂读册，哈，我想哦，阁是继续好。我有一个好办法，哦，你有啥物好办法？对外宣布金盆洗手，弃车归正。不过安尼毋是会失去咱的威风呢？啊，你点去？你搁讲。咱嘛要对外宣布弃车归正，金盆洗手以外，同时咱搁来讲，咱受到先人的指点，要起庙做庙公。好办法，想袂到，国骗的马赛。小伟啊！小伟，等，你什么人？我是天庭道立宫太上老君的门徒东华书家。你是谁人？恁三人请假，3天以后，天火会降临此地，将乌龙山全部的乌龙木完全的烧去。这是为什么？天机不可漏下。原来这乌龙山足强大，生意也无讲真好啊！啊，谁若天公伯啊，要安尼对台湾？对啊。天意如此，各位，请恁速速搬离乌龙寨，改邪归正去吧。人啊个！但这件代志，安尼就害咯。拢是三弟啦，搁啥物改邪归正，金盆洗手，起庙做庙公。这个时阵，天庭道路宫剑河丹堂所处回的千年寒冰，受到炼丹炉的火气热力，已经渐渐化作冰水。冰水甲火气互相来激动，生出着沉沉的水汽。水汽渐渐滋润着地上的青红砖。青红砖就是清风甲古钟道顶，受到剑河相同的剑河烈火所烧成的。结果安尼，清风甲道顶全咧恢复着原来的身躯，导出着道路宫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感谢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合家热烈收看《吕洞宾》。吕洞宾的故事一集比一集更加精彩，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小桃太子大战玉皇子甲食土鬼。你呀你，要求要散散去，如今你何必搁在个地？亲像你一款满满。